讲一嘴思念的茶，绘一片故乡的画，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最后一天，唔通讲伊爱耍，变做飞龙飞上天。因为今仔日是最后一天，风伯啊会叫伊紧转去，伊化作金黄鱼兰要食海。天公摕乌布甲伊搭。黑暗中，伊亮甲、添甲，就安尼困去。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第30集，欣赏的是嘉义的韩文老师所带来最后一天。这首诗所讲的最后一天，是伫咧讲对一天咧。继续，咱邀请韩文老师为咱来做一个讲解。咱这首最后一天，是我伫2016年12月31所写的，就是讲2016年的最后一天写的。这个最后一天，我用这个飞龙飞上天来形容讲，这一天就是要过去啊，风伯啊，就是咧讲这个风嘛，风透一顿大风，会讲叫这个时间就会紧过去啊，这个时间我甲伊讲是飞龙飞上天啊，所以伊就化作这个金黄色的鱼兰，因为即阵的时间是黄昏，有迄个夕阳，咱台语即个夕阳，咱讲是红霞，红色的彩霞，红色的晚霞，所以咱讲是红霞，咱像即个金黄色的鱼兰，甲海顶悬搭咧，所以讲用即个金黄色的鱼兰食海。过来呢，天公伯啊，摕乌布甲搭咧，即个夕阳落去了后，天就暗落来啊嘛，就若像天公呢，摕乌布甲伊搭咧，就咱拢无看到即个夕阳啊，暗了，黑暗中伊亮甲、添甲，就安尼困去，即个伊当然。像咱拄仔讲的，就是咧记即个飞龙，飞龙去互乌布搭咧了，哇！伊就伫遐一直喷，一直亮，伫遐咱华语讲挣扎啦，伫遐挣扎，想要摆脱，毋过呢，当然是嘛无法度啊，因为天气就暗啊，所以就亮甲亮久，过来就忝啊，添甲就安尼就困去，即个亮忝啊无力，当然会困去哦。咱就是要照即个亮忝甲无力才困去。毋过咱就是要照即个来讲，大地就拢就安尼暗倒来啊，就是一日结束，这就是咱的一年的最后一天。毋通讲伊爱耍，变做飞龙飞上天。
因为今仔日是最后一天，风伯啊会叫伊紧转去，伊化作金黄鱼兰要野海。天公摕乌布甲伊搭咧，黑暗中伊亮甲忝甲，就安尼困去。伫这首诗内底有两个台语文的用字比较特别，咱继续请韩文老师为大家讲解这两字的写法甲伊的含义。过来，我咧讲风伯啊，会叫伊紧转去。这个会咱安怎写呢？一个提手柄，搁一个树叶的叶，叫做会。什么是会呢？咱讲，比如讲，咱开线用会的，会风啦，举开线用会的，所以会就是咱华语讲的煽动，像开线安尼会的安尼。过来，我咧讲风伯啊，会叫伊紧转去。这个会。咱安怎写呢？一个提手柄，搁一个树叶的叶，叫做会。什么是会呢？咱讲，比如讲，咱开线用会的，会风啦，举开线用会的，所以会就是咱华语讲的煽动，像开线安尼会的安尼。咱讲即杯飞龙呢，伊黑暗中，伊亮甲忝甲，全来困去。这个亮免怎写呢？这个亮就是一个足部，咱骹咧走这个足部，搁一字亮，就叫做亮。什么叫做亮？咱人若去互看呢？也一直挣扎，想要摆脱掉，叫做亮。忝甲咱讲这个忝安怎写呢？这个忝就是增添的添，有3点水，咱甲这个3点水摕掉，就是忝。什么叫做忝？比如讲做工课做甲真久，真辛劳，就真忝。即尾凉伫遐咧凉，嘛凉甲无力，凉甲足忝诶，无精神啊，就全呢困去。毋通讲伊爱耍，变做飞龙飞上天，因为今仔日是最后一天。风伯啊，会叫伊紧转去，伊化作金黄鱼兰，袂惹海。天公摕乌布甲伊搭，黑暗中伊亮甲忝甲，就安尼困去。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韩文老师写诗，洪昭文吟诗，查门溪电台制作，江苏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次再继续空中再会。